艺人范玮琪半暝强强跋倒，这届真严重，下海摔一个真大坑，赶紧把人替伊送去病院了后，大家嘛替伊真紧张。落尾送病院天15点，伊甲官媒报平安。讲到台中的活动，伊会照常到现场，嘛希望大家到时阵看到伊受伤的形，唔通去惊到。看，转过来看镜头。 艺人范玮琪去台中参加品牌活动，穿一束粉红色的衫，唔拿节目顶，阁会当展身材。不过伊的下颌刷打起来，因为伊阁跋倒啊。范玮琪半暝伫人面前铺文，讲家己阁跋倒啊，含空吹的相片嘛抛出来，下海有一坑真大坑，互民众看到就唔甘的。不过伊也是甲歌迷报平安，讲会照常去台中参加活动，希望大家莫好惊到。我知道你用一个嘲笑的眼神在看我，我看出来了，因为我以为没有什么事情，但是就是整个血溅那个厕所地毯上全部都是血。后来我那个黑人就说：“你这个要缝，现在立刻。” 就半夜去医院缝了大概15针。其实范玮琪捌讲过，家己个性真线身，佮讲家己是跋倒大王。3年前伫厝内半暝起来便所嘛跋倒，倒边白白所在弄到血插插地，送去病院天20外针。范玮琪唔但伫厝内跋倒，含伫演唱会顶的伊嘛跋倒。谢谢你们好。进前演唱会要落台骹感谢歌迷，煞无细字写落2公尺悬的舞台下骹，互伊的倒骹落着。这回伫扶老间跋倒，范玮琪讲摇起弄着，感觉真无爽快，讲话无物件嘛有问题。不过伊讲一定会好好休困，赶紧恢复健康。我现在很好，没事，大家放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